没么带这微博看着，能看着飞面话，好有明天都能看着飞面话，西农场里面有安达路沿岸开目标，西蒙草。里面有安达路安达路沿岸目标，沿岸开目标，目标，耶稣柏林波，美波带给耶哦。美波带给耶哦，美波带给耶哦，你们跟我吗？西蒙和他的弟弟草里面有安达路，也是安德路，就是安德路，安达路，沿岸开目标，捕鱼就是捕鱼，目标是捕鱼。美波，带给耶哦，就蹦鱼就是打鱼，蹦标，这是蹦标写个捕鱼也不是，写个捕鱼好吧，写个捕鱼这个怪怪的，蹦标就是捕鱼，蹦标就是捕鱼，就打鱼。西蒙场里面有就是弟弟 ，younger brother 弟弟，沿岸开在了海里捕鱼，目标捕鱼。美波带给耶哦，你们跟我来嘛。有目标捕鱼。西蒙场里面有安达路，沿岸开目标，美波带给耶哦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过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